三，大家好，又嚟到 Vinvin Channel，我係主持人黃啟聰 Manfred。咁今次要介紹一張就係本地嘅黑膠唱片，其實係一張去年已經推出咗嘅一張嘅本地黑膠嘅 CD 嚟嘅。而主唱嘅歌手就係大家都好認識嘅 Connie 侯靜怡。咁佢嘅唱片個名就叫 Healing。咁呢張唱片咧，當年咧上年成為咗我全年嘅10大唱片，因為佢裏邊咧嘅表現咧係比之前嘅兩張唱片更加成熟、更加有味道，而且佢裏邊創作咗好多首歌咧，佢自己去唱翻之後咧，嗰種感覺係完全帶咗出嚟嘅。咁譬如當中有咧為了假裝可有多盡啦，亦都有咧自追回時間的人咧，都好有感情同埋唱出嗰種嘅韻味啊，一種女性嘅纖巧嘅感覺做得好好。而另外一首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嘅就係 Sing My Soul，係將佢自己嘅個人感覺同埋音樂發展嘅歷程同埋內心嗰種掙扎嘅氣息咧、味道咧都帶得出嚟嘅，可以講係一位完全好出色嘅女歌手，而且喺張唱片裏邊咧係表達咗佢自己嘅個性同埋感情嘅。其實侯靜怡一直以來喺樂壇嘅努力咧，係大家有目共睹。由佢只係唱一啲嘅 function 啊或者嘅婚禮，然後咧自己投資去出唱片、出 CD， 到今日真正可以出咗第3張唱片，而且係非常之有水準、有成績。我覺得咧，今次出到呢張黑膠唱片，而且係用到 Direct Metal Mastering DMM 嘅德國製造版本，個份量好高，同埋聲音好好，真正好似喺面前同你唱歌嗰種感覺，好親切，好有自己嘅味道個性，值得推薦俾大家嘅。